咱谈多有听到这个消防人员啊，伊都要一站一站去找，大家想看嘛？这大楼有31楼这么悬，消防人员伊本身的派真重行去，等找到生还者，爱搁爱逐人挨的，啊搁行落楼骹，人劝好，消防人员搁继续行原路爬去哩搜救。伊等于每一天啊，这个负担啊，差不多千几层的楼梯，体力的消磨是真大。 休困无偌久，搁爱换班轮替，再加上现场温度真悬啊，所以真侪消防员拢吊刷啦、热丢筋啦，倒伫咧涂骹下性命灌水，实在非常的辛苦啊。34位消防人员做伙个人赶出来，目睭闭袂紧，人皮皮喘，叫要昏去，无人行出来就开始血冰白，还有人直接灌水补充水分。消防人员负责的训练嘛是添加稀累累。 伫咧火场内底，爱随时注意，敢袂去踏到尖尖的物件，搁爱伫咧正暗的所在找过换落来人。管楼站无电梯，爱一楼一楼爬起哩。若是找到人，都爱随按落来。啉一个水，都爱搁转去继续找人。一天上少要爬超过1200层的楼梯。 为暗时无用到离时，添加心脏强要定去。虽然真忝，煞挂心，阁有人等因来救。规气困伫咧涂骹，醒起来才阁继续去找人。救人是真了气力，需要有真侪消防人员来替换班。游览车一抓一抓咧载，搜救行动拢唔敢去牵着时间。很感动，他们付出很辛苦，为我们。 没有，生命都没有了。市港若照顾灾民嘛，唔甘消防人员随时补充不出，令有摊哪晓冒变动。不停的去看看消防那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的，看看其他政府部门有没有什么可以去帮助的，我们就尽力去协助。大火爆发，现场的温度嘛是还阁真悬，消防人员把握时间抢救人命，救偌济算偌济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